大哥，我不要离开你。这张支票你拿着，不够再问我要。100万，大哥，这是你的意思吗？是。我叶波现在是穷，穷得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穿不起。但是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跟大哥当年的那份情谊。大哥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哥了，我们也有难处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吗？别带上我啊！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老大，你呀，我就知道，是你嫉妒我和大哥，你想一个人独占大哥。好，既然你不体谅，那请吧，请出去吧。大哥，我不要离开你。你想起我是我了？我突然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虽然我已经不认识你，但是看到你这么真诚，让我有莫名的亲切感。鳄鱼啊，你最近的工作量已经很大了，需要有人分担一下。我不需要，老大。我需要。以前的事情你不想告诉我，我都可以问叶波。不是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你出去！别闹了，够了！不要生闷气，以后有事还是你说了算。老大，我说你。我要从一个小小的猕猴桃变成当年那个牛宝宝，有大床睡了。我只是输在没有在他之前认识。嘴唇抽筋了，干啥呢？这深更半夜的，吓唬谁呢？既然你真的想他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？我觉得芬妮也挺关心你的呀。老贺啊，老贺，往事不要再提。当年我还是叶家三少的时候，当然那个时候我很帅，我被迫为了家族的利益，放弃了我的女人。我不敢违抗父命，就只能丢下芬妮。我现在落魄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有脸去见他？你能不能轻一点啊？电视也关轻一点，老大在睡觉。我就知道跟你这种冷血的人没有什么可讲的。那老大不是早早就睡了吗？那还不是被你累的吗？平时他都睡不着，快过来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。刚刚开始。哎，有没有人说过你笑的样子真的很丑啊？真是辜负了本将军这张脸。哼，这是你的福气，我只是在你四肢发达的身体上安上了一颗强于常人的脑袋。好，那本将军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四肢发达。喂，
你是不是傻呀？这可是你自己的身体，你搞清楚。大丈夫不拘小节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你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哎，这哎哎。将军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您上次吩咐我找寻家业的遗物，已经找到了一本书和这个盒子。打开它。退下吧。是。李欢，咱们老朋友又有机会见面了。我到底是谁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怪人，你的病好了没有啊？我刚找到了几个治疗你皮肤病的秘方，实在是太兴奋了，兴奋的睡不着觉，想与你一起分享。你还记得我的病？治疗方案分为2种。我的治疗方案分为2种，第一种治标方法，用针在脸上刺破无数针孔，刺激肌肤底层快速增生骨胶原，恢复光泽比例肌。第2种，把患者含有抗体的尿液再次注入回体内，促使微弱的细胞复活，增强自然治愈力以及免疫系统。好了，把手拿出来吧。我的手已经被你扎得手无完肤了。那就换另一只手呗。怎么个再度注入法？简单又无痛的方法就是喝下去。No， 没关系，我还有第3种方法。每到正午时分，太阳最毒最猛烈的时候，赤身裸体的在太阳底下暴晒，让身体吸收至正至阳之气，将身体的毒气全盘逼出。这个倒可以尝试。不过，你是在哪里得到的秘方呢？网上。这饭有点饭甜啊。嗯。你好，
您的菜我来喽。谢谢啊。请慢用。下课啦。托你的福，现在店里生意都变好了，一到饭点就有客人来。那你要怎么奖励我啊？想要什么？说吧。要不我晚上做几个你爱吃的小菜，再陪你小酌一下，开心吧？你开心我就开心喽。不过今天客人真的很多，我在想些新颖的 idea， 让你门口大排长龙。怎么个 idea？不会是小鲜肉色诱大妈 Plus 升级版吧？喂，我那是敬业好不好？再说也没那么夸张吧，别听静静瞎说。小鲜肉害羞了。我哪有？服务员，点餐。哎，不跟你说了。吃什么？我要这个红烧肉。西兰花。请慢走。请问冯小姐在吗？哦，我就是。怎么了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不要再来骚扰我们。还有你那个什么大业主，我呸！有本事让他来找我谈。就算他来，我们也不会屈服。上法庭我们也站得住脚。我知道，您二位千万别生气。我也知道二位的难处，不过这是我大老板亲自吩咐的，我这不也是无能为力吗？无能为力就不要在我这浪费我的时间，请走吧。冯小姐，你耳朵背啊！出去。哦，再见。他们干不了什么的，道理在我们这边。放心吧，啊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扎了那么多次了，还是没有办法准确的找到血管的位置。你看住我吧。你想打退团鼓啊？我不想，可是，其实我欺骗了你，我还没有毕业。虽然我很想成为一名好的医生，但是就是没有天分，只是我自己不愿意承认而已。嗨，谁说你没有天分的？我不会以貌取人的。怎么，很失望吗？明天见。他是那个坏人。老大，关于哪家店，你再想想吧。给我一个理由，是你办事不力，还是店主难缠？什么店啊？就当我办事不力吧。还要多少钱？到底什么店？我可以帮忙。对方不要钱。哎，等会儿，
不要钱？他傻呀？不是不要，是嫌不够多，再加。这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，不是钱的问题，那就是情喽。情？哎，不是，你们两位到底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店呢？等一个人。等一个人？大哥，你不会这么绝情吧？那家店不是那个谁那个也是啊，手上活都那么多了，还在这闲聊。我还得对付那个难缠的老陈呢，是吧，老哥？啊，可不是嘛。好吧，那就再缓缓吧。哎，老哥，看见没有？我大哥还是听我的。他就那么帅气地拉开了帘子，还有那360度无死角的脸庞，还有那温柔的声音。怎么，很失望吗？还有他那逆天的大长腿。哦，天哪，怎么可以这么帅？多少遍了？多少遍了？18。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自从那天在医院见到他，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好奇妙，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促使着我去帮他。哦，天哪，我的心为什么跳得这么快？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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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跳心脏病快犯了。我说你醒醒吧，我听了18遍，真不知道你激动的点在哪儿。逆向思维一下，人家明明嫌你丑嘛才拉帘子的，你还歪起来了，真是佩服。你提醒了我，逆向思维的话，他说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好的医生，还拿我跟爱迪生比，而且他白挨了我那么多针，还极力的挽留我，不让我走。你们猜这是为什么呀？静静，都3个小时了，你快吃饭吧，一会儿晚餐的客人都要来了。真相只有一个。你吃不吃啊？不吃我收了。你看你，怪不得你没谈过恋爱，这恋爱嗅觉也太差了。这不明摆着的吗？他对我有好感。疯了，真是疯了。我给你把菜热热吧。他就那么帅气的拉开了帘子。大哥，你不会这么绝情吧？那家店不是那个谁那个说累了吧？快吃吧。对不起啊，刚才只顾着自己说，都没有考虑你的感受。哎，对了，最近店里情况怎么样啊？反正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，过一天算一天呗。快吃吧。喂。这位先生，哎，刘儿，不识节来事，继续走。
对不起，我们打烊了。来者是客，却把客人拒之门外，不拿顾客当上帝，差评。怪不得你这里没有生意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老板娘今天有事出去了，所以得提前关门。你是干嘛的？我是看店的呀。你老板娘还兼厨师？啊，那不是一有点什么事情就做不了生意了，完全不懂得经营之道，完全是个很差的管理者。您到底有何贵干？这菜色单调，没有特色，怎么能有竞争力？你到底谁啊？找茬的还是管闲事的？我，你们的救世主。我是你们这里的业主，看不过眼你们这样的店还生存下去，影响市场生态，浪费资源，所以我决定把这个店收回去，将这一带打造成美食王国。我知道你们的租约还没有到期，我愿意付3倍的违约金，帮你们定。Shut up！ 别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。我问你，制作美食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？新鲜的食材，美味的调料。错，是情。没有感情的食物打动不了人心，也招揽不了顾客。你那个所谓的美食王国，在你冷血的经营下，一定很快，肯定就被灭了。情，老天给了我忘情的本领，却给了我赚钱的本事。这美食王国不过是我赚钱的工具而已。就如你所说的，一旦灭了，就再另寻生机。小兄弟，别动怒，动动脑。做人呢，不要太较真。我不需要你来说教，出去，出去！我说过我容易忘事，我也不记得我到底是练过武功、跆拳道、拳击，还是什么都练。告诉你们老板娘，千万别和钱过不去，不要再和我做一些无谓的斗争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就是今天接到电话拐个皇帝的作者扶风。啊，你好。你们这帮人满脑子都是圈圈叉叉，还能想点别的吗？龌龊！龌龊，嘚瑟个啥？就是什么人呢？萧公狗，你说是不是老天爷在惩罚我？那些无良的制作方要把拐个皇帝拍成3级片，那是我们的记忆，我却守不住它。还有我们的店，也快守不住了。我真的是好没用啊！如果你在的话，一定有办法解决。喂，黄辉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什么？业主到店里去闹事儿？你等着，我马上回去。哎，柳儿，母后今天会出来吗？
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太后娘娘的肉身，即使她出来了，我们也救不了她。姐姐，那可怎么办？姐姐，怎么办？等等我，姐姐。哎，福少，你去哪儿啊？姐姐，哎，什么姐姐？哎呀，不要添乱了！哎，等等我！还有人和我一样，喜欢在这里吃鸡爪子。唉。还是这里好啊，耳根清净，远离那些小人的喧嚣。哼。吃一个，很好吃的。谢谢谢谢，行行好吧。早点回家吧。嗯。天儿冷了，早点回家，啊。嗯。爸爸，你别丢下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爸爸。怎么回事啊？谁是你爸爸呀？哎呀，快，闪开，闪开！爸爸，求你不要打我了，我疼啊！干什么呀你？就是的，你这样。让爸爸这样。太不像话了！我跟这个孩子没有关系，没有任何关系。没有关系。爸爸，你看大家都在看呢。小朋友，你认错人了吧？还是拿我寻开心呢？你不给我钱，我就大哭不走。你看着办吧。爸爸，你不要丢下我，我真的错了。全都给你，都拿走。好人真的不能做，好心没好报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又来一个！你们这是团伙呀！皇上，呸！太上皇，太上皇！老大，世风日下，现在骗子都这么大的规模，诈骗集团呢！滚！给我滚！皇上，父皇，我是人生。太上皇，我是柳儿，柳儿。滚！全都给我滚！父皇，父皇，上皇，太上皇，不要！太上皇，你不能不要我呀！连招式都上皇，你不能不要你们看皇上啊！老子没钱了！我不要钱，我要父皇！给我闪开！给我滚！皇上回来！皇太上皇，皇上你慢点！走走！李欢，上车！皇上你慢点！皇上，太上皇！快开车！放开！皇上！是你？谢谢你啊，救了我一命。别客气，我也是刚好路过，顺路拔刀相助而已。现在的骗子啊，骗术可真多。哎，你上次说的对啊，我们这么都能碰到，说明我们很有缘分。你这个朋友，我交定了。我呀，一直是你的朋友，只不过你现在不知道罢了。现在不知道，那就是说，
我以前知道。这一身打扮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。别取笑我行不行？这个月我已经上了10次热搜了。我想有点自己的空间，不想再被狗仔拍到。怎么了？我这一身也不至于很差吧？不至于很差，至于非常差。不过这样的话，效果也达到了呀。什么效果啊？看起来非常的朴实，就像从乡里刚进城的老奶奶。哎，不过这样你放心，绝对不会有人认出你来的。那这样呢？其实啊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放轻松，懂得放下。人活得越自在呢，就越能彰显个人的魅力。我还真不相信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。怎么了？觉得我有意思？千万不要爱上我。你太自恋了。又害你受伤了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把你牵扯进来的。别说对不起，只要不是你受伤，我都无所谓。我说过，一切的苦，一切的累，都由我来承担。而你，只要每天开开心心的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火辉，真的很感谢你，谢谢你那么帮我。再坚强的女人，也需要一个肩膀来依靠。而我黄辉，愿意做那个让你依靠，不让你流泪的男人。火辉，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永远照顾你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你知道的，我还在等那个人，真的对不起。不用说对不起，你也没有对不起我啊。你对他的感情，我现在完全能体会到。没关系啦，真的没关系。我们都是在等一个人餐厅，等一个人嘛。不会的，福少，福少，你快进来，带我去见父王。东阳饭店，在那儿。啊，你说你知道父王在哪里啊？哎，福少，在哪里啊？哎，皇上，你要干嘛？说清楚！哎，福少，哎。由大明星亲自送回家，本人受宠若惊。无论如何，还是非常感谢。一如既往的油嘴滑舌。原来你真的认识我啊？我们以前是什么关系啊？但凡他只要想起过去的事情，皮肤就会出现衰老现象，特别是提到冯峰，就更严重了。衰老？快告诉我呀！我们之前是搭档，或者兄妹，还是恋人？
难不成我们是闺蜜？闺蜜，很贴切。啊！天哪，天哪！我还是不要知道了，不要知道了。芬妮，拜拜。李欢，这是我能保护你最好的方式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冯峰也曾穿越到这里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也可以穿越回去。那冯峰穿越的关键是龙卷风。龙卷风，龙卷风，难道真的可以通过龙卷风进行穿越吗？唉，可是这个鬼地方没有网络，没有度娘，怎么查资料？我们这儿没有度娘，但是有张娘、王娘、李娘啊！你总算聪明了一回啊！天天吃这个，烦死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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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大事了！哎，这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啊？我也觉得有点眼熟。这难道是我们熟悉的人吗？你看，被你俩这么一说，搞得我也觉得很眼熟。哎，冯峰，那个芬妮不是你好朋友吗？芬妮是你的好朋友，芬芬，帮我要签名，我要芬妮的签名。那得看我的心情。这个看起来像是真的。哎呀，我的命咋真苦嘞！看什么呢？大哥，你忙，那个啥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出去了。啊，你别看他们乱写啊。哎，这没乱写啊，就是我呀。这是你？对呀。你们这么多偶遇？不是偶遇啊，他特意送我回来的。特意。他人美心善，对每个人都好，一定是，一定是。去哪儿？啊，我和鳄鱼去律师事务所处理一份合同纠纷。你跟鳄鱼什么时候这么抱团了？鳄鱼特别嘱咐我跟你说，一会儿静静会来给你打针，所以乖乖的，不要乱跑哦。淘气。亲我脸。
11点，医师人静。医师。什么玩意儿？又是这家破店，垂死先一搏呀！稍等一下。喂，您好，等一个人餐厅，请问需要什么服务？喂，喂，您好，我要点餐，你们这儿有什么？哦，您是多少人？然后我们根据不同的人数有不同的套餐，每种套餐特色不一样。家庭套餐的话，一般是6菜1汤。好了，不用说了，一样给我来一份。先生是这样的，我们这个套餐是不可以退订的，所以说建议您按照人数点餐。如果您点多了吃不完，那就不好了。再说了，我们的厨师会不高兴的。你有完没完？7吉恩平号22号，李先生。收到了，谢谢您。奇葩！不，我们接了笔大单。午餐能有多大的单啊？也没多大，就是所有套餐各来一份。备菜呀！走了1天1夜，就来这儿。是。想吃草啊？吃。吃什么吃？就狗嘴大屎啊！你这个疯子，这就别用饭了！我跟皇上当初就不该好气收留你，我跟皇上是来找太后娘娘的，你为什么要折磨我们啊？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？为什么要照顾你？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啊？想我柳儿，14岁跟冯昭仪入宫，一步一步向上爬，想着当了贴身宫女，就可以简简单单、幸幸福福的生活。谁知道，昭仪娘娘嗖的一下就失踪了，太上皇也失踪了，太后娘娘还把我当眼中钉。好在有皇上跟我投缘，太后娘娘才收我在身边，本想着就平平安安的过一生，没想到嗖的一下又被风刮到这儿了。我为什么要在这儿？为什么要独自面对这一切？让我想想，女人哭的时候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？哎，对了，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？哎，我记得父皇就是这么做的。福生，别说话，过去抱他。古代虽然没有度娘，但是人多命贱，可以为我所用啊。拓跋将军，冉冉不明白，您为何要如此劳师动众的挖这么大一个地洞？哎，这可不是地洞，这可是天坑啊！天坑？和你明说也无妨。这莲花山一带磁场异常，
配合强大的悬浮动力，就可以通往另外一个世界。通往另外一个世界？迦叶的日记是这么记载：之前的数次穿越都和龙卷风有关，但是我观天象，这龙卷风半年之内可遇不可求啊，所以我就用这个土方法，只要原理一通，我们就可以一通百通，顺利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可是从这里下去，那不应该是地狱吗？哎，这可不是地狱，这可是天堂啊！没有比这更先进、更刺激的地方。天堂？你要升天？哎，拓跋将军，冉冉，不必说了，你只要协助我挖好此坑，事成之后，你自然就会明白。是，拓跋将军。好了，冉冉，你让他们日夜赶工，务必等到莲花山这一带磁场变化之前，完成我的穿越大计。冉冉遵命。同样是有钱人，这品味比我家那位土豆有品味多了。唉，是这吗？应该是。哦，不会是在开派对吧？难怪点了这么多。哎，给他打电话啊。他没留电话，我给忘了。反正地址对就行。我们进去吧。走。喂，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，我很忙的。停！我不想再依附着你过日子了，我要找回我自己的人生。你不要再说了。李先生，李先生，您的外卖到了。怎么偌大一个房子连个人影都没有？有人吗？我们不会是被耍了吧？不至于吧，我又没结怨没结仇的。你一定要把他找到啊！我为了这单生意，我店里门都关了。要是收不到钱，我就赔大发了。走。过去的那几年，你只是把我当成你的宠物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现在我找回我自己了，我不想你再来纠缠我的生活。我们分头找吧。那要不你在1楼找，我上楼找。好。有人吗？李先生。李先生，您的外卖到了。有人吗？那我进来了。李先生，李先生啊！你谁呀？谁让你来这儿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出去等你啊！给我回来！你告诉我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我家呀？我就是个送外卖的。你起来！给我起来！对不起啊！